咱做伙攻读上帝的话，今仔日要看的圣经节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5章1到27节，就是15章的全篇吼。那有早圣经来，请掀开新约圣经125面，若是看头前的投影片。咱做伙来读，请。我是青的葡萄树，我的爸是做工的人。既若地伫我的伊无结果子的，伊就选起来；既若结果子的，伊就收互伊清去，互伊结果子更较侪。但因为我所甲恁讲的道理已经成去啊，恁就踮伫我，我也踮伫你。世事以无能力不能收，就会为家己结果子。你若无踮伫我，也是安尼，我就是葡萄树，你就是伊，踮伫我，也我踮伫你的，就结果子侪侪，因为我三字，恁就会做啥物？人若无踮伫我，就是去散伫外面，亲像伊所互答，人叫伊迄个话小气。你若踮伫我，我的话踮伫你，凡若所爱的，恁就有，就要甲恁食，你结果子侪侪。就是安尼，我会得着阳光，也会得亲像爸有疼我，恁就踮伫我会疼；恁若收我的带领，就要踮伫我会疼。亲像我收我的带领，踮伫伊会疼。我一定用这个甲恁讲，要互我的欢喜踮伫你，也互恁的欢喜满满。恁着三条，我命人若为着朋友献性命，也无比这个较大的。你若听我所命令你的，就是我的朋友。打了后，我有叫你做罗卜，因为罗卜毋知伊的主人的所行。但是我已经叫你做朋友，因为我对你所听见的，拢有甲你讲。毋是你经我，是我经你，搁说你，互你去结果子。搁互恁果子有能力的，互恁伫我的名，无论对爸相亲，我就在你里我相疼。世间对怨恨你，你知伊要的怨恨你，已经在先怨恨我。你若是世间。世间就听伊家己的，多多求你，毋是世间，就是我经历出世间，所以世间怨恨你。你着记住我所甲你讲的话讲，罗卜无较大伊的主人，人若有忠敬我，也要尊重你。若有收我的话，也要收你的话。但是你要因为我的名，用这个一切一事款待你，是因为毋捌识我的。我若无来甲你讲，因就无做。但因的话无通对时人，怨恨我的人，也怨恨我的地。我若是中间，捌行别人所袂捌行的，伊就无做。但是当
我甲我的力，一要我一要万分，这是要应该因的破坏所记载的话讲，因无联合万分我，是保文书，就是真理是对题出题，我预备要找伊就分你，伊若讲。要为着我做干涉，恁也要做干涉，因为恁对以后甲我一定。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照伊的话来行的人。今仔日曾牧师要对咱分享的信息是讲，连结伫永远的爱。伫真葡萄树的生命中，咱将下面的时间交曾牧师。感谢大家平安，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个伫地，咱三同心来祈祷。主，看你只是安静阮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对你的话伫遮三较实。特别今仔日遮尔特别的日子，阮伫遮来孝念阮的先人的时，主，看你搁再一摆，互阮若亲像过去甲阮先人斗阵的时，迄种的亲密，迄种的疼，迄种的相互。因为伫信仰的中间，你诚做阮最大的帮助。主通过阮今仔日，可你搁再引带阮，伫所行的一切世间的一切，拢会当认捌你、晓悟你、追求你，到伫迄一日，阮搁三见面。主，阮将阮今仔日所要讲的恭敬交托，可你带领阮、引带阮，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听下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中秋主日，咱知影主耶稣徛路啊入耶路撒冷，就众人会欢呼，因为因认为伊就是迄个要来复兴以色列国的王。总是无几工的了后，主耶稣就被送上十字架，钉十字架，诚做被弃杀的罪犯。兄弟姊妹。人的眼光甲上帝眼光完全无同，请问咱敢会当凭着信心，用上帝眼光去看待发生伫你生命中各种的苦难嘛？伫咧行这条苦路的时，主耶稣深深知影，无十字架就无免流。伊为着疼来到这个世间，伊的使命就是要承担咱世间人的罪孽。为了全人类开出一条死地重生的活路，主耶稣用伊家己的性命，将天顶的疼带落来。主耶稣的生甲死，这中间结连着一份永恒的疼，永远的疼，就是将背弃的人带转来到主爱天父的怀抱中，也因为安尼生。伊真勇敢的按着上帝所为备办的这条路来前进。兄弟姊妹，人的这一生讲起来是非常的短暂，就算有福气，会当食到120岁，最后也是土归是土，尘埃归是尘埃。兄弟姊妹，咱做基督徒的，并不是唔惊死，你是知影咱这一生对生到死之间有一个深深的结连，就是咱的天，就是咱是只为天父上帝的囝，查某囝，这关系着死是袂改变的，因为安那，因为咱有一位慈悲疼痛的天父，所以无论是生也是死，咱拢结连伫天父永远的疼的内面，有这种的体会。那呢，咱就会当活出真正坚强、勇敢、有阳光、有价值的美好生命。因为结连伫永远的疼，无论生也是死，拢会当归阳光上帝，会当将这个疼留世间的每一个人。今日也是教会所定千民对书敬祖的日子，所以今日咱新安讲的读经文是约翰福音书15章。15章是大家应该有咧读的人拢真熟，所以牧师用结连伫
伫永远的疼吼，永恒的疼，就永远的疼。伫真葡萄树的生命中，这个主题来分享咱基督徒的生命如何伫真葡萄树的生命中结连出永远的疼、永恒的疼。求上帝帮助咱有智慧的心来算小家己的日子，互咱家己的每一天，因为结连伫永远的疼的中间，会当咱过日精彩、充实、平安佮喜乐。当咱结连伫即个永远的疼，就当活出疼，无论拄着什么款的挫折、打击，甚至背叛、被气杀，种种艰难环境中，又会当勇敢的去疼的人，这是生命的勇者、得胜者。感谢上帝，咱知影这个世间是短暂，总是当咱连接伫永远的疼，必定咱活出精彩丰盛的人生，也带了咱进入上帝永远活的国度。兄弟姊妹，伫咧追思这个过往的先人，对一份毋捌断绝的连结。所以今仔咱自己伫这个所在，怀着种笑脸甲敬意，追思咱所亲爱的亲人，回想伫迄个生离死别的时刻，咱的心中难免会感受到迄个空虚，好像生命中的重要一部分，伫遐受抽离共一样。总是耶稣伫约翰福音书15章，甲咱一个极其温柔的意义、温柔的意象，伊只安尼甲咱讲：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的爸是做园的人。主耶稣互咱看见，生命并不是段孤立，还是讲孤独的旅程，你这场关系连结的奥秘。对这段经文的中间，牧师要分享的是第一，连结伫主耶稣，连结伫上帝的囝耶稣，就是生命本质的延续，连结伫上帝的囝耶稣基督，就是生命本质的延续。约翰福音书15章1节到5节，伫最后的晚餐中，主耶稣对伊所听的学生安尼讲：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的爸是做园的。既然连伫我的枝无结果子的，伊就散起来；既然结果子的，伊就收互伊清去，互伊结果子更较侪。但你因为我所甲恁讲的道理已经清去啊，恁就踮伫我，我也踮伫恁。设使枝无连伫葡萄树，就袂会家己结果子。恁若无踮伫我，也是安尼。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踮伫我，也我踮伫伊个，就结果子侪侪。因为甲我三字，恁就袂做啥物。主耶稣直接讲，踮伫我，也我踮伫伊个。兄弟姊妹，咱的一生爱亲像一枝啊，连接伫即个葡萄树顶面的枝，安尼生。当咱伫即个世间的日子，就会透过即个信仰，透过即个行踏，甲对咱家庭的疼，领受真葡萄树的养分。亲爱兄弟姊妹，咱爱记咧，生命绝无因为安那孤单而终结。咱知影清代一个诗人，清朝一个诗人叫做龚自珍，伊有一句诗安尼讲，路红毋是无情蜜，化作春泥更护花。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意思讲，就是指讲落落的红花，并毋是安那无情的物件，无情之蜜，就是化作春泥，也甘愿滋养下一代的花蕊。所以即句诗安那，常常啊啦，用来披露做无私的什么奉献，就牺牲家己，然后来成全什么他人的这种崇高的精神。确实，咱所亲爱的人，虽然伊的肉体
会像安那枝叶伫遐一般样的高大，总是只要因的生命是连接伫主耶稣迄份生命的本质，就已经建立伫永远。兄弟姊妹，牧师伫遮佫讲一点有关的这段经文中的神学意义。伫这个所在，主耶稣安那反复提到，恁着点伫我，我也点伫恁。即句话伫神学上的意涵是讲，一种的生命，生命是安那，互相安那，互相徛起的概念叫互基吼，即种的，就是种迄个互基的即个观念，互相支持吼，互相徛起的概念。即互咱吼，特别互牧师想起年轻的时吼，少年的时，咱有一首啊，真正讲起来，大家最爱唱的歌吼，叫做啥物？你侬我侬，捌听过无？这首诗我来讲，哦，你侬我侬，安那四煞情多，啊？什么？特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碾一个泥，塑一个我，将咱两个呐同齐拍破，用水调和，再碾一个泥，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所以这首诗歌是啥物的意思啊？意念是指讲拍破重新搁重来，伊完了啦，其中有你。其中有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表达生命是安那？是一体、亲密、无人的概念。同款，咱住伫主耶稣的内面，主耶稣也住伫咱内面。这神学上也拍破了生甲死的这绝对的两分法。因为即个咱的亲人，因伫生前是我尔听主。听教会，因连接伫基督耶稣即丛真的葡萄树的基。那咧虽然因的肉体已经无伫咧，总是因的生命本质由安徛起伫耶稣基督内面。因为伫耶稣基督有永远的生命，所以所有伫耶稣基督内面的人，无论伫世间也是已经离开世间，其实拢共款伫即个生命的网络中，互相伫遐连接，这也互咱极大安慰，因为咱甲迄个已经过往的连接，毋是建立伫记忆中，而是建立伫即个共同的基础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这段圣经经文也提及到，我的爸是最远的人，感谢上帝，咱有一位天父。伊是修正甲看顾咱生命的栽培者，人一生总是会经历着侪的苦难甲磨练。兄弟姊妹，苦难并不是因为上帝无意爱咱，也是讲怨恨咱，故意互苦难临到伫咱。反正呢，这一切拢是出自天父上帝的疼，因为伊知影咱需要什么。也知影咱无需要什么，所以经过咱所需要的，删除一寡无需要的，为着要互咱国家精忠结实，才会当结出侪甜个水的好果子。所以伫面对即个亲人离开即个世间、即个分离的痛苦的时，这段圣经节提供了一个神圣的时间，对生命中生命中的失去离别，伫天父的手中，并不是全然的迫害，是为了要带领灵魂进入伫更加纯净、更加成熟的永远的境界。这帮助哀伤的理解，死亡不是生命的断裂，你是天父最后一摆神圣的修正。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请一定要相信，既然咱所经历过的一切，拢有上帝伊水个好的旨意，
当咱相信，就讲出于上帝的手，伊的修正是为着要互咱来得到利益，互咱会当变得更加纯正、更加丰盛。但咱的亲人已经完成伫世间的工作，转去到迄个完美的栽培者的身躯边，这对伊来讲，这是水阁无比的。所以咱得为伊欢喜，并记来将来有一天，会当伫永远的天的家，咱必定会当搁伫遐相见面。这头前，第二项，结连伫疼，结出上纯的果子。约翰福音书15章9节到12节，主耶稣阁讲：我有疼恁，亲像爸有疼我，恁着踮伫我的疼。恁若守我的诫命，就要踮伫我的疼，亲像我有守我的爸的诫命，踮伫伊的疼。我已经用正的甲恁讲，要互我会欢喜踮伫恁，也互恁会欢喜满满。恁着相疼，亲像我有疼恁，这是我的命令。兄弟姊妹，这个世间有啥物会互咱一直伫安那笑脸的咧？有啥物会当互咱一想起来，就当生出这个气力的、甲勇气的？有一句话讲啦：“妇人弱也，而为母者强。”咱知影这句话的意思无？我捌讲过我的印象中有一摆啦，一个真惊鸟鼠真惊这家蛇的妈妈看到伊的囡仔伫咧边仔咧耍，一家蛇还是鸟鼠伫遐边仔咧扫的时伊竟然伊竟然讲伊掠伊，惊伊甲拍呢，看到咧囝的人记得所以老母因为疼囝，所以生正变勇敢。虽然对这个代志有惊也有软弱，总也变成勇敢。意思就讲，咱这个妇人人，伊的身躯本来是柔软的，有时较软正，总是当伊有囡仔了，因为这个老母天生的疼，为了保护囡仔，老母常常的发挥出来互人伫遐学你想象的意志力。也是讲，当咱有了想要保护的对象，也是讲，当咱有一个坚定的目标，甲价值观，想要去实践的时，那呢就是你的身躯已经真软弱、真随软，总是会当靠着这个坚强的意志力，也会当勇敢的去完成。兄弟姊妹，世界路对咱来讲是非常非常的辛苦艰难，总是。主耶稣因为疼你疼我，为了帮助你我来脱离这个黑暗的关系，互咱会当真侪上帝宝贵礼物，伊伫遐勇敢的行上世界，这是对咱的疼。所以主耶稣也伫遮吩咐伊学生安尼讲：，恁爱常常伫我的疼的内面。兄弟姊妹，这段经文中最动人的一句话，就是恁着相疼，亲像我有疼恁。今日咱伫遮咧追思悼念咱的亲人，毋只甲回忆因的成就，更加是回忆因所留落来的果子。这是水果好的果子，就是因所留落来疼的遗产，也是互咱白白恩典。因伫家庭、家族、朋友、教会中所留落来关怀、教导、甲温暖，就是遐个上纯的果子，是永远袂朽烂的，互人会当常常回味无穷的，即个疼的遗产。兄弟姊妹，主耶稣讲，伊讲这个话，是为着要互咱的喜乐，互咱的喜乐会当得到满足。咱的喜乐会当满足，所以当咱来回想咱前人所留落来这个疼的遗产的时，确实是充满着感恩、喜乐、满足。虽然现在犹原有啥物有忧伤，这回想起来，
伊甲咱捌共同度过真正水阁好的光阴，好的时间。迄份疼所带来的喜乐，是任何的快乐拢无法度夺走的。所以，当咱拄着即个艰难环境的时，咱想起伊甲咱共款，伫即个艰难中，如何靠主得胜阁有存，咱会当效法因水阁好的模样，坚毅的精神，勇敢的挺过去。这是第二项。第三项，连结伫友情对萝卜到朋友的升华。约翰福音书15章14节到15节咧讲，主耶稣讲：恁若行我所命令恁的，就是我的朋友。打了后，我无叫恁做萝卜，因为萝卜毋知伊的主人会所行。但是我已经叫恁做朋友，因我对爸所听见的，拢有甲恁讲。确实，主耶稣讲：打了后，我无叫恁做萝卜。那是我已经叫恁做朋友，这真正带咱极大的安慰，极大的安慰。因为主耶稣即句应允，互咱亲信，咱所听的这个亲人，因现在毋是伫一个青云的所在，你是转去到迄个位最好的朋友，耶稣基督的身躯边。这兄弟姊妹，伫咱有限的认知内面，咱认为生甲死有一层无法度搬过即个界限，中文叫做鸿沟。咱甲咱所听的人，今生已经无法度搁再见面啊！总是当咱个人伫即个永远、永恒，就会知影生甲死之间无搁再有隔阂，无搁再有隔离，因为永远的上帝，永远我的上帝。已经将咱连结到阵，这兄弟姊妹，伫世间咱对上帝的认捌，也是真有限的。总是已经伫上帝遐，咱所听的人，已经面对面看见了生命的真相，已经比咱更加接近上帝，并且得到全能的平安，迄是更加水、更加好的福分。这种永远活。甲主同在的喜乐，也是咱今生所渴望的。咱最好的朋友耶稣基督，已经将咱已经将咱结连到阵啊！这是第三项，第四项，结连伫见证，伫圣灵的安慰甲同在内面。约翰福音书15章26节到27节，主耶稣讲。保惠师就是真理的神对爸出的。我对爸要找伊就近恁，伊若到，要为着我做干净，恁也要做干净，因为恁对起头甲我伫地。伫即个所在，耶稣互咱一个宝贵的应允，就是保惠师真理的神、真理的圣神要来到，并且带伫咱的中间，要安慰、要帮助咱。兄弟姊妹，保惠师若伫法律上的意思来讲，叫做辩护律师啦。兄弟姊妹，牧师相信对任何人来讲，死亡拢是一个拢是带来一个真可怕、真震撼的关卡。可怕、震撼，到互咱有时会摇移这人生。摇移生命的价值，有时阵死亡会带来痛苦甲悲伤，互人好像处在即个绝望的黑暗深渊的内面，黑暗深甲互人怀疑明仔载日光是毋是会当搁再出现，搁再升起来，搁再看见。兄弟姊妹，即种哪像无法度呼吸。那像无法度呼吸的即个绝望时刻，当世界否定信徒，当死亡威胁信徒的时，圣神出来为着真理做干净，伊会拍开咱的目睭，伊互咱来看见对上帝来水搁好的启示。兄弟姊妹，
上帝知影咱的悲伤甲痛苦，所以伊找请保惠师来扶持安慰咱。保惠师来为了真理做干净，为了听来做干净。伊来甲咱讲，这世界也袂安那，也袂崩塌失控，因为听还阁伫咧，因为真理也阁伫咧。这一切拢伫上帝保守中。兄弟姊妹，对伫留伫即个地面上的咱，圣神真正是咱的保惠师，伊体贴咱的哀伤，伊会伫咱上软弱软正的时，小赐信心甲勇气，伊会陪伴，伊会安慰，带领咱行过死的山谷，伊会开启咱的心愿，伊会开启咱的心眼，互咱来看见上帝恩惠甲慈爱，一生一世拢无离开过咱。所以兄弟姊妹，伫面对即个死亡的即个虚无感的时，圣神会伫咱的信徒心中做干净，直接甲咱讲，只要听，还阁伫咧；只要想念，还阁伫咧，性命就无白白来换。听所带出的是极其有价值的。极其有望的活泼生命，也特地咱用咱的一生去孝念、去感恩，真正尊贵佮美好的宝贵生命。兄弟姊妹，圣神毋敢直接安慰，更加是伫属灵的法庭中间宣告：咱已经赢过死亡，生命才是终局，总是有永远的。当咱回想咱所亲爱的人，因伫因的生命中，真正有水阁好的见证。因为了基督，为了听最好美好的见证。现在，因的信仰见证已经安那，已经交伫咱的手中。咱的爱亲像因共一样，持续结连伫主耶稣即丛真的葡萄树顶面，才会当活出听有见证的人生。因着那像鸡。已经被伊刷到天边，迄个更较水、更较阳光的园的内面的迄丛葡萄树的顶面，因并无消失，因是转去到生命泉源迄丛葡萄树的根部，为着要互真的葡萄树更较阳光、更较美丽。亲爱兄弟姊妹，咱带着这份听的结连的快乐。继续伫世间上，还是彼此相听。那像主听咱共一样，直到迄一日，咱也要伫迄丛真的葡萄树下，甲伊搁再一摆啦，欢喜自责，共同享受永远的欢喜甲快乐。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神的感动甲交通。常常甲咱每一个人相较伫地，阿门。咱三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我一摆对你的话，阮伫遐相较实，同阮伫遐孝念阮的先人长辈的时，主可以会当互因水个好的生命见证，成做阮生活的一部分。阮伫遐相较实，相较努力，相较见证。三个用彼此相听的心，互你的名得到高举，互你的名得到活活芳芳的气味，流传伫四周围，才会到阮三个伫地人的心上。主可以将的手慢慢伫阮，也坚固伫阮，帮助伫阮。透过今仔日你的话，互阮真来当结连伫真的葡萄树的生命中。来看见你的阳光甲美好，来成做阮将来的愿望，互人搁再一摆伫听的内面，完全得到透放。伫听的内面来看见上帝你的阳光，主愿将这一切拢归阳光伫你，可你继续坚固带领阮，帮助阮。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